你看你这个样像个喝醉酒的呢。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想出那个那邪物，咋了带个？这点害怕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。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？还是真傻？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头转过去。你别看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嘛！快点！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！孔真。哎呦！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，我想，我继续控制他。马上你自己看吧。你不要演，哎呦，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，你慢点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！我知道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！我的娘哎！你把他的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！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娘！不好意思，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金针不疼。好。哎呀！别动哎呀！哎呦，你这讲过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最烦你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。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3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了吧？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点了。哎呦！哎呦，你妈那个烦人！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再不抓了，你手再抓，我没办法弄。哎呀！